童子两匹布，两只童子两匹布。天真，打死你这天真！不美，你醒醒啊！不美，我的伤心，我的伤心。我想在杀鸡上再长一个杀心，总是能测两个面上。谁知伯母骂我鬼迷心窍，要将我当死。我不能让他把你我当死。二贵姑，你还是放我到生吧。我正想放你头罪，这里有数银子，请你带上。你先到孙生家反避难关，你一定要为我二贵我走。我会放下这步，我为我下去的，我会等你回来的。冬梅，临别你要记住一句话：二贵我今生非你不娶，不儿我今生非你不嫁。不美，二贵姑。
端午节，来吃个粽子吧。谢谢你了，我们常来遇着你，你来一道去吧。哦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回头叫声王三娘哎，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当，侬要互动的意思，哎。嘿嘿，夜里真的出轨了。我明明拿出3个种子，怎么就少了一个呢？水里向笼中只有3家头，还是随便去问问。不对，不对个。方才我对客商说。客商，今天是端午节，你们来吃个粽子吧。伊讲谢谢你啦，我们厂内有着你，你来一道吃吧。不对，夜里真的出轨了。听人家说，这里经常出水鬼，难道今朝我真的碰着水鬼了？侬是鬼还是神？老爸，我是神，我是鬼。你不是神，你是鬼呀！我是好人，你不要传上我，立刻下去！我真的是神，求求你！你下不下去啊？你真的不下去？那我对侬不客气再。老爸，求你接我啊！啊！哎呦！多谢恩人相见。姑娘，看你满脸伤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永别。小女子家子在松江，名唤不儿奔兴旺，每生丈夫到早家，随即伯母的
不上去接上一礼？师父师母在上，望不儿大礼叩妹子里家父子事里关心，修道作坊呀本领，师父师娘对我好，不是亲在深情深。2年来记在
屋里的事都当理好啦，都当你关心了。呀，这礼金的图案做得多好看啊，做得多细密，都没有短线。名师出高徒嘛，我儿做得好，也是我教出来的嘛。是啊，我的水本全靠裁缝师傅，我大家教得好。裁缝，人家布儿是有灵性，我们放着是用手，可他放着是用心。是啊，你看他想在纺织机上加个啥新的办法，总是能出两根纱，民工和连襟想得这都合不拢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继父，我们在说你才是我们的好师傅呢。哎，不要闹了，快去吧。明谦哥，你看布儿的礼金图案是他自己画的，颜色也是他配的，做得多精致呀！我看布儿的技艺呀，快要超过裁缝了。下次我再有的，怎能跟裁缝师傅比呢？龙飞凤舞，别具一个。哎，你是从万氏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这把银手上照样画下来的，是师母叫我做的。画得好，你心灵手巧，再加用心揣摩，将来必成纺织人家呀！布儿，你将来成了纺织人家，可不要忘了我们啊！布儿，你这不的记住一个关了，来，我来教你有这面积吧。哎，布儿，你见过长面积吗？没有见过。从小在家乡是用水纸剥的，我经常双手剥的，鲜血出来。是啊，以前我们也是用水剥的，现在改为接触，有名则出。师傅，你慢慢教来，让我记下来。好，你认得字？上夫叫我认得几个，不认识的事我就用个记号。好聪明，那你就记吧。它是由长着在机架上的两根圆揪组成，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径的铁揪，下面的是一根直径比较大的木揪，两揪靠摇臂摇动，向相反的方向转动，将棉花围进两揪间的空隙粘上，面子就被挤出来露在而方。你懂了吗？空隙、面扎、铁揪这几个字我不会写，我来教你。他心灵手巧，身聪慧，他学习好呀，神经会，他生平出众于可爱，他处事细致于深内，这样的女子世上有，名且心里爱在。师傅，我记好了。我来看看。记得好，我来教你。姐夫，你可真上心呀！礼貌你的，让我来教吧。好。姐夫，你怎么这样偏心呀？我怎么啦？我告诉你。想当年你随我来访到九娘，一季一季少年里年爱了家，几年来他待你恩情十三封，
脸是红。谢你了。我来帮你举吧。哎呀，你不要给我添乱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姐夫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喜欢，喜欢。姐姐，明天啊，叫姐夫把你娶过来做房，那你们是好不好啊？好了好了，玩笑开大了。你们要向波儿学习，好好这步。从今哎，我师傅讲话可不能动手动脚的。明天你说对不对啊？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明天你来开。送出去，生意兴隆，他报自己。太好了，阿莲，过了都念过了没有？都念完了，就差这10篇。10篇。阿凤，哎，银花兰布完剩多少晚上8篇。 ？8篇。阿凤，布儿，天亮之前，我必要织好2篇。哎。朝朝思暮生，世世万岁里。苏苏此正平我三更。随着做法，我不会离开亚洲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与你怀里连营，结丝
所以才为妻一片苦心，娘母放心的走好。娘子她临终我忠长，要为我面前修爱这特事起来难离他，我手足无措。哦，难应当。堂上此刻不应他，他总是往昔心难放。堂上此刻答应他，孤儿当年竟难相，顷刻间不与神，心内思忙。总有天大的事儿，也不能上临终之身谁同上。明姐，阿丽，阿丽，你快把布儿叫来。是，布儿，布儿，来了。布儿，你师母她快要走了，她临终有话嘱咐，你快去，慢来。无论她说些什么，你都要答应她，上她面目而去。是吗？布儿，我也走，留下你师父孤苦伶仃，我想救你，照顾师父把头偕老。把头谢了。师母她一句话送千金，于是台上呀对写不尽的情，报不完的恩，千恩万尽怎忘，欠我性命的情。30年苦水子，倾把一生，怎能对顷刻之间悲非谢梦？此刻茶不宜用，怎面对临终痛？
回来了？还不是怕你盗贼？盗贼？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？你哭啦？谁哭了？看你眼睛红的，是不是又在想你丈夫了？想念他也这么样。如今我是笼中之鸟，瓮中之鳖了。你怕我把你切掉？反正盗不成你的水扎心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那我明天就有大把酒宴与你成婚。成婚？哎，是你自己说的呀？我认识过嘞。那你一番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明白。我真不明白。那是师母临终之时，你叫我不管师母说些什么，都得答应。难道师母之言不是你的意愿吗？一番话多于神心得了，他无待在你情思了。王布儿，你呀，师母她孤见今生，临终一片苦心，她爱你连你相信你，才来呈现我们。难道你身心上师母死不瞑目？难道30年相思你们不知我的心？难道师傅是你不可相信的神吗？你说此话伤我，好伤心。你
心内忙。我知你忠贞不渝必于他，我知你骑虎难下心茫茫，你不必顾虑那心慌，为是我君子之心太大。
要你明白我的心就好。多谢师傅。我已经打听到阿贵的消息了。真的？阿贵他生在哪里？此番我到5月，遇到5年经里的乡亲，他说你伯母早已过世，10年前他和阿贵被举报离婚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为你矢志不屈，从今儿生死不明，要不饮血。阿贵哥，我想让你委屈款款。你让我委屈？不，我不委屈。为什么？我不忍心累下你不管，我要恪随师母意愿，照顾师父，终老一生。波儿，你的情我领了，我不用你照顾，我已经有人了。有人了？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阿王的丈夫早已亡故，此番我与阿王到松江，我们已经定了。定了。不，你这样做，不儿我于心不宁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去世的师母啊！你这样做，才对得起我的心，是我在天之灵也会明白的。师父，我知道你知道就好。请让我教你一声不美。不美。我为想你的，我为未来看你的。不，你不为未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在那里为开花结果，开花结果。你在我眼里是一位坚强而非凡的女子。言送了。姐夫，姐夫，厨房里的棉花都用完。咦，你们怎么哭啦？阿王，福儿她要委屈了。真的？波儿，你真的要委屈啊？啊，委屈也好，你丈夫甚为在你。我知道了。波儿，你放心委屈吧，我会照顾好姐夫，我与他。我知道了，恭喜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难过了。叶路归根，波儿是早晚要委屈的。你留着他的神，也留不住他的心啊！你们等等，我走了。
这是你最喜欢的礼金，请你累着。神元心境，宝贝，师傅，临别，我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年年清明，带我到四母坟前上香3次，聊表我不孝之功。你不要难过了。去粮时，你就为气喘，竹筐里有我刚采的草药，你叫阿凤姐煎好，让你练佛几天。知道了。放你真说，你也是啊，林碧，我送你一件你最喜爱的东西。这是放着线不谋影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境，不必要带着它。多谢了。岁生千层，不尽情真诚，别见何生，非与良心争，非与良心争。多年来路经多艰难，风来雨往苦自当。大庭分心千万家，难民归在何方？我是不把忘心不死，我是时时也要找到他。孙家大都哦，来喽！上船吧，哎。上岸喽，开船喽！请问专家，这里到海宁省内还有多远？过了河就是城内了。终于到了，
但愿苍天保佑我找到阿贵哥。怎么喽？靠岸喽！上岸吧！请问算家多少银子？1个铜钿。谢谢你。请问算家，我向你当天一个人，何方人士叫我姓名啊？他本是松江瓦定武力经商时，名叫赵阿贵。赵阿贵，你是？我就是赵阿贵啊！你是赵阿贵？何言为真？非你不娶，何不为凭？宁送一把。贵哥，一顾梦，祖国30年，一个云相顾1万年，一番老了，我也老了。哦，来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来，坐。哦，冬梅，你是何时回来的呀？我从海南到这里已整整8年了。哎呀，你辛苦了。我心甘情愿。贵哥，别后你是怎样过来的？自从你出道以后，母亲就把我锁在房中。后来，她让你豆浆生我，问是我好，我就病倒了。哦，伯妹，后来你到哪里去了呀？与你别后，我在江边摆尾，为了你，我不想死。后来，等你好人相救，谁来到海南没生。
那你既然还能有恩生，为什么不进我封死刑啊？别离恨，天各一方，相思雨放断肠，缕缕传说不结尾，生死未卜，心牵挂，落叶涨，黄叶香，年复年，几度长，只为临别一句话，总算等到天老地荒。孤身是唱的不为有心人，我是诚意就心里该所避开。听不美，悲凄凄，诉衷肠。我是欲哭无声，怨恨长，恨母亲背的万把书，心肠害得我是风尘断线凉就算他今生是遗忘，我不禁挂泪有希望。从今为你我千岁长相随，珍惜好时光啊！我为他莫欢喜情深长，真美我心于苦中，我难讲。倘让我此刻对他真情诉，恐他肝肠剧烈，痛悲伤。倘让我隐瞒不杀亲家，自难保护定为路真
随云淡，莫非他已变了故？莫非他已再回了家？你因我北京的故乡，生的生疏与谁讨吧？自从放晴想起我北藏兵离家乡，钻藏方家私藏到昏路旁，黑林山举目他家把身藏，我给你关心要好丧，到回来。怎么样？杀在农家，不妹，我对不起你呀、临别之际，是你轻口说声，非你不去。我为的是你这一句话，苦苦等了漫长的30年，30年啊！等啊等，盼啊盼，总想盼到这一天呐。谁知道我判断了这一天，判断了我毕业的清晨，判断了我的心啊，我们。你既有精神，当初别放我到生。不妹，阿贵有愧非你，求你原谅。好，不妹，帮你这只东西啊，你不用死了。不妹。
是要到哪里去呀？我誓言归顺。不妹，我知道你为我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可是你可知道我为你，啥不是母亲骗我，啥不是我身受重伤，我是不为谁到今天的呀，不美，望念你我当初经文，我求你泪下吧。对不起，你只当我没有来过，你好事为之不美。银锁一把送不美，金锁一人见阿贵，愿他为你相随，夫妻相为锁拆开，夫妻相为锁拆阿花，哎，你看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我撒出来的棉花总是不干净。民众家知，是不是棉刀太湿了？不为的，棉头撒了好几天了。那是什么缘故呢？道姑师傅，道姑师傅，怎么？
顾师傅以小为色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家的杂名记不灵了，面子拖不干净。怎么你家杂技不灵了？是啊，道姑师傅，我的杂技也不灵了，你的杂技也不灵。你看面中夹子，面中夹子，好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阿英，让我来试试。哎。天已晚了，你们先回去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道公师傅，你不要太累了。是啊。哎。
乡亲们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道姑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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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完好，完好啊！道姑师傅，你找到什么了？喏，你们看，这面中夹着的毛病，谁插在这里？两地色土气味不同，所以生产的面道也不一样。海南的面大籽大，这里的面小籽也小。照李若的模样，炸出来的面花谁加籽？阿根师傅，哎，你来好。你将炸出的两个棍子之间的距离改小一些，这样面子必算脱了回放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要因地制宜，可不能死绑暗逃哦。哎。相惜
朝廷要的10万匹棉布都是哭了没有？禀道姑，都已在哭。好，好啊！道公师傅有征召你。有人来了，今天来的可都是贵人啊！脉脉相思，莫醉泪。三间怎尽醉可归？人吧，你没有认错人，王道姑就是王不儿啊！怎么我变了？你变了，变老了？一点不老，你越变越年轻，越问越没神了。师傅，你又笑话了。你身上好香啊！我身上有什么香嘞？不香，不香。你上面熏在布里，又整了一个刺字女了。刺字女。酒菜上来。是。师傅，请手。动手。师傅，谢谢你路远迢迢前来看我，让我敬你一杯。多谢姑妈。师傅，这些年来，你和阿凤姐过得好吗？我和阿凤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当年是我编的一个谎言，请你谅解。这是个谎言。
只知道你会惦记着我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是个谎言？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师母的3天之礼。哎，你哭什么？我不是我的好好的吗？啊，你回来找到你丈夫没有？他在海宁早已死在，无奈我为想救其道观，从此我就成了亡道姑了。为故乡举起道观盼作坊，本以为放下这步去生存，恰不料面部小路须去踏，对来一错二真生疑心，司令请西郊，八方来取经，上门接难题，方来举心经。放着本是不二的爱，放着本是不二的命，一愿无放弃命上五月放着天下伯妹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我比谁都高兴啊！你真不愧名为不二。不二能有今天，不枉师父教诲。我想，对，对我委屈，
今早送将一杯桃园山中，我今内风度儿飞来高中。他金银闪闪一永永，我一个不是真上他痛。始终相识到相知，阴差阳错总难用。他为我忍痛个哀怨，我梦他为我一个谎言苦心应用，他为我未必是我的冤啊！真诚欣赏他满腔念望恰扑空。是我在为我所言，是你在为你所惧。伯妹呀，你竟是一美女神名金钟，你万须大展宏图，积极功。
我就送你几个字。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棉纺之家黄道婆逝世，享年85岁。你早年须在故里，已生了一个此子女了。你们要向波儿有心，好好这步。
雪。